今日我想同大家深度拆解一個好多香港投資者，甚至係想追求財務自由嘅朋友都非常關心嘅話題，就係收息。大家成日話息率高企，由2022、2023年開始，全球進入咗一個加息週期。雖然而家市場成日傳會減息，但係對於我哋呢啲追求穩定現金流嘅收息一族嚟講，點樣將手頭上嘅資金發揮最大效用，始終係一個永恆嘅課題。今日我準備咗一個重頭戲，我會攞出100萬港幣作為模擬倉，幫大家實測同埋深度對比3隻喺香港市場非常熱門嘅高息 ETF， 分別係31、10、31、90同埋34、66。我哋會睇下，如果喺過去呢一段時間入面，你真係擺咗100萬入去，邊一隻嘅總回報係最高，邊一隻又係最啱你嘅投資性格。首先，我哋要了解點解高息 ETF 喺呢幾年咁受歡迎。喺我哋爸爸媽媽嗰一代，即係大約喺1980、1990年代，如果要收息，大家可能只係識得買匯豐或者電能實業。但係去到2024、2025年嘅今日，投資工具已經多元化好多，單買一隻股票嘅風險實在太大。萬一嗰間公司突然間話唔派息，或者好似匯豐之前咁被要求停息，收息佬真係會欲哭無淚。所以透過買入一籃子高息股嘅 ETF， 就變咗一個非常聰明嘅選擇。今日揀呢3隻 ETF， 其實代表咗3種完全唔同嘅收息邏輯。我哋一隻一隻慢慢拆。先講31、10，即係未來資產旗下嘅 Global X 恒生高股息率 ETF。呢隻嘢可以話係好多收息老手嘅心頭好。佢追蹤嘅係恒生高股息率指數。呢個指數嘅玩法好簡單直接，就係喺港股入面揾出嗰啲股息率最高嘅50隻股票。佢嘅持倉入面，你會見到好多熟悉嘅名，例如係中資銀行股、地產股，或者係一啲老牌嘅工業股。呢隻 ETF 嘅特點係佢夠純粹。如果你係睇好香港同埋中國大型企業嘅派息能力，31、10基本上就係你嘅首選。喺2023年至2024年間，31、10嘅股息率一直都維持喺一個非常誘人嘅水平，有時甚至去到8、9厘。不過大家要記住，息高唔代表一切。我哋之後會講到總回報嘅問題。然後我哋睇下31、90，呢隻係華夏基金出品嘅華夏恒生港股通香港股息率指數 ETF。雖然佢同31、10個名聽落好似，但其實入面嘅門道好唔同。31、90追蹤嘅係恒生港股通香港股息率指數，重點係港股通呢3個字，即係話佢揀嘅股票必須係港股通名單入面嘅成員。呢個指數仲有一個特別嘅篩選機制，佢會考慮埋股息嘅穩定性同埋波動性。所以你會發現31、90入面嘅持倉可能冇31、10咁激進，但佢追求嘅係一種長治久安嘅感覺。喺2024年嘅市況入面，當好多人擔心內房股或者一啲高債務公司會爆雷嘅時候，31、90嘅篩選機制就發揮咗一定作用，避開咗一啲雖然息高但風險更大嘅陷阱。最後一隻係34、66，即係 Global X 亞太高股息率 ETF。呢隻就更有意思啦，因為佢嘅目光唔再局限喺香港，佢追蹤嘅係 Solactive 亞太高股息率指數。呢個指數會去到澳洲、日本、台灣、新加坡同埋南韓呢啲地方去揾高息股。大家諗下，2024年日本股市升到瘋狂，台灣又因為人工智慧嘅熱潮，令到一啲電子股嘅股息同股價齊齊升。如果你只係買香港嘅高息股，你就錯過咗呢啲機會。34、66嘅存在係俾一啲覺得香港市場太過悶，或者係擔心香港單一市場風險嘅朋友去分散投資。當然，跨國投資會涉及一啲稅務問題，例如係海外預扣稅，呢啲都會直接影響到你落袋嘅股息有幾多。好啦，而家入正題，我哋進行100萬嘅實測。假設你喺1年前，即係2023年嘅年底，當時你50歲，
啱啱攞到一筆退休金，或者係你儲咗好耐嘅一筆錢，你決定將呢100萬分為3份，或者係一次過擺入其中一隻。我哋先睇下3110。喺過去呢1年，港股經歷咗好大嘅起伏，尤其係喺2024年初嘅時候，恒生指數一度跌到令好多人心灰意冷。當時3110嘅股價亦都跟住跌。如果你當時入貨，你100萬大約可以買到好多手。雖然股價有跌過，但係因為佢入面嘅中資銀行股派息依然非常穩定，甚至仲有增加，所以喺2024年年中嘅時候，你收返嚟嘅息其實幾豐富。但問題嚟啦，如果我哋睇總回報，即係股價變動加上收咗嘅息，3110嘅表現其實係中規中矩，因為雖然息高，但股價嘅跌幅抵消咗一部分利潤。接住睇3190呢隻 ETF， 因為有港股通嘅篩選，入面嘅公司通常規模更大、更穩健。喺2024年市場最恐慌嘅時候，佢嘅防守力顯現咗出嚟。100萬擺落去，雖然佢嘅派息率可能比3110低咁一丁點，可能係7厘左右，但係因為佢嘅股價跌幅相對較細，有時甚至能夠逆市反彈，所以當你到咗2025年初再去結算嘅時候，你會發現3110嘅賬面價值可能仲維持得幾好。呢個就係好多30、40歲嘅中產投資者中意佢嘅原因，因為佢哋雖然想要息，但唔想見到自己嘅本金跌得太勁。最後睇下3466呢隻 ETF 喺過去1-2年簡直係收息界嘅明星。點解？因為佢有澳洲嘅礦業股同埋台灣嘅半導體相關高息股。2024、2025年係全球資源價格波動同埋科技股爆發嘅年份。3466因為分散咗去亞太地區，佢避開咗香港地產股嘅低迷。100萬擺入去3466，你收返嚟嘅息雖然要扣一啲海外稅，但係因為佢嘅股價表現遠遠好過純港股嘅高息 ETF， 所以最終結算落嚟3466嘅總回報好大機會係呢3隻入面最高嘅。咁講到呢度，大家可能會話，咁即係買3466就得啦？唔係咁簡單㗎。我哋做投資一定要睇埋風險同埋你嘅實際需要。如果你係一個60歲嘅退休人士，你最需要嘅係每個月準時有錢落袋去飲茶、交租。咁3110同3190呢啲每季派息，甚至有時派得好頻繁嘅 ETF 就會好吸引。因為港股高息股派嘅通常係港幣或者人民幣，冇匯率風險，亦都冇乜轉手稅務問題。但係如果你仲係30幾歲，你係想透過收息去利滾利，咁3466嘅資本增值潛力就更適合你。我哋再深度分析下呢3隻 ETF 嘅持倉內容。3110而家最大嘅持倉係乜嘢？通常都係嗰幾間大銀行。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，你對中國經濟嘅長期發展有冇信心？如果2025年、2026年中國經濟能夠穩步復甦，咁呢啲銀行股嘅估值就會提升，3110就會迎來息價齊升嘅黃金期。但係如果地產問題依然纏繞，咁3110嘅股價可能仲會橫行一段時間。至於3190，佢入面有一啲係紅籌股，亦都有啲係香港本地嘅藍籌。佢嘅優勢係穩定。如果你係嗰種一日睇一次股價都會心驚膽戰嘅人，3190呢種選股邏輯會令你瞓得好啲。佢嘅波動率喺過往嘅數據入面，通常都係低過3110。對於追求低波幅嘅投資者嚟講，100萬擺喺度，就算市跌，佢都好似一塊大海綿咁幫你吸走咗一部分衝擊。3466就係另一種玩法。佢係進攻型嘅收息工具。你想想，2024年如果你冇買日本股，你係咪覺得自己錯過咗成個世紀？3466幫你買咗。如果你覺得台灣嘅電子產業未來10年都係世界嘅中心，佢入面嘅台灣高息電子股就係你嘅助力。不過3466有一個弱點，
就係佢嘅管理費同埋交易成本相對會高一啲，畢竟要去咁多個國家買股票，成本一定貴過喺香港本地買。我哋而家嚟做一個總結性嘅數據對比，假設由2023年初開始持有到2025年初，呢2年期間，如果你嗰100萬係擺喺3110，你可能收咗大約17、18萬嘅息，但股價可能跌咗10萬，所以你淨賺7、8萬。如果你擺喺3190，你可能收咗15萬息，股價跌咗3萬，你淨賺12萬。但如果你係擺喺3466，你收咗14萬息，但股價升咗10萬，你總共賺咗24萬。睇到呢度，大家係咪覺得好驚訝？呢個就係點解我哋成日話唔好將所有雞蛋擺喺同一個籃入面。不過2025、2026年嘅市況可能又會唔同。如果美聯儲真係大規模減息，資金流返去新興市場，香港股市作為估值窪地，3110嘅反彈力度可能會好驚人。到時佢嘅總回報可能又會爬過3466。所以我俾大家嘅建議係，如果你有100萬，唔好只係揀一隻，你可以做一個組合，例如50萬擺喺3190做核心，確保穩定性；30萬擺喺3466去做亞太區嘅增長同分散風險，剩低嗰20萬就擺喺3110去博取最高嘅股息率同埋潛在嘅估值收復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啲收息嘅心理質素。好多人喺2024年跌市嘅時候，見到3110嘅股價跌，就即刻止蝕。結果點？止蝕完之後，股市就反彈，而且你仲錯過咗除息日。買高息 ETF， 最忌就係用短線投機嘅心態。你要當自己係一間公司嘅股東，或者係一個收租婆。你買一層樓返嚟收租，你會唔會因為呢個月樓價跌咗5%，你就急住將層樓賣咗佢？肯定唔會。你會睇下個租客有冇準時交租，只要間公司仲賺到錢，仲派到息，咁股價嘅波動其實只係賬面數字。另外，大家一定要留意派息嘅日期。好多朋友問我，點解我買咗3110但係收唔到息？你要睇清楚佢嘅除息日係幾時。通常呢啲 ETF 會喺每年嘅5月同埋11月派息，或者係每季派。如果你喺除息日之後先買，咁你要等下一次派息先有份。呢啲細節對於100萬規模嘅投資嚟講，每一次收息可能都係幾萬蚊港紙，係一筆唔細嘅錢，一定要 mark 好月曆。仲有一點，就係再投資計劃。如果你而家係40歲，你仲有一份糧出緊，你收返嚟嗰啲息其實唔應該攞去用，而係應該重新買入更多嘅單位。呢個就係複利效應。如果你將過去2年收返嚟嗰10幾20萬息，全部喺低位再買入3190或者3466，到咗2025年底，你持有嘅股數會增加咗好多。下次派息嘅時候，你收嘅錢會更多。最後，我想提醒大家，投資高息 ETF 雖然聽落好穩陣，但都要留意管理費。雖然3110、3190呢啲嘅管理費已經好平，大約係0.幾%，但係長年累月計落去都係一筆錢。所以喺選擇平台嘅時候，揾一啲免佣金或者低存倉費嘅銀行或者券商都好重要。今日同大家分析咗咁多，由3110嘅港股純度，到3190嘅穩健篩選，再到3466嘅亞太視野，希望可以幫到大家喺呢個複雜嘅市場入面揾到最啱自己嘅100萬配置方案。記住，投資唔係要贏最快，而係要行得最遠。無論你係50歲想退休，定係30歲想追夢，高息 ETF 都可以係你工具箱入面非常重要嘅一件工具。大家如果要我喺呢3隻入面揀一隻最推薦嘅，我會話，如果你只係想買一隻就收工，咁3190係目前性價比同防守性最平衡嘅選擇。但如果你想喺2025年贏得漂亮，加配3466係必須嘅。好啦。
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條片幫到你，記得點讚、訂閱同埋分享俾你身邊啲想收息嘅朋友。你哋嘅支持係我做落去嘅最大動力。如果你有邊隻高息股或者 ETF 想我再深度拆解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我知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